期间父母也离异，自己无力挽回，至今内心仍愧疚不已。谢震廷因为参加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爆红，2015年底推出个人首张创作专辑，2016年夺下第2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。她也是继星光3班的徐佳莹后，第2位从《超级星光大道》比赛选手毕业后获得金曲奖的星光帮歌手。去年12月，她发行了个人第2张专辑《爱丽丝 Where Are We Going》。日前谢震廷上中视节目《改变的起点》，畅谈她的音乐路。当年走红全台的她，在学校上课时，每到下课10分钟的时间，就变成她的签名会。起初她十分开心和惊喜，但之后看到有同学为了索取她的签名而大打出手或心生不满，顿时让她感受精神压力。成名之后的后果，也让谢震廷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。只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，好朋友竟然心生嫉妒，在联络簿上写他的坏话，向老师告状，甚至还会到谢震廷的部落格留言抨击，这让年仅13岁的他顿时对人性失去信心。直到2016年，谢震廷卸下星光帮光环，一举夺下第2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。但就在金曲奖隔天，他突然恐慌症发作，重心不稳，在家摔倒，头部受到撞击。这一路来经历身心煎熬，他很感谢母亲的力挺陪伴，甚至还感性地说她是我的神力女超人。尤其母亲当年坚持让他圆梦，而和父亲产生歧见，更因此离异时，谢震廷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情绪而泪崩。